方面带来雨水，也毋过咱国内这水情线无啥乐观。目前全国21座水库有14座，这蓄水量是无到4成，其中有4座甚至是无到2成。水利署是讲，因为这雨落无介济，所以石门水库附近会轮流来压产。另外，德科管理局是要求大工厂要自动欠水6%。也那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，目前是有供水的计划，也毋过这水库若要止水大，恐惊就要等到黄霜雨啊。拜四早起拄好是上班上课的时间，北台湾大雨一直落，虽然造成民众的无方便，但过小可会当解决欠水问题。到18早起10点前，翡翠水库集水区降水量超过1000万吨，会当供应大台北地区差不多4天的民生用水。不过目前国内水情正严，有立委是真关心台湾敢会有限水措施。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，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受力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目前国内水情甲3年前8年做大换比较起来是无共，也是有陆续一寡雨水入来，因为拄好是大水期的尾声，会透过供水轮成的计划，稳定水资源的调配。点开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，国内21座水库有14座水库欠水量较无4成，其中有4座水库是比2成较少。台中的石冈仔坝9.6%，南投雾社水库19.8%，嘉义仁义潭水库18.5%，台南的北河水库17.1%。经济部水利署是回应会谨慎因应，多省水，那产业自主节水。那所有的抗旱的备援措施，由北到南，我们全都盘点过的。厂商到目前的执行状况都优于节水6%以上。厂商他们自己自主节水之外呢，其实我们现在也厂商都会加强使用这个再生水。因应水情无乐观，德科管理局的厂商已经先签水车合约，做预防因应。另外，石门水库的灌区因为落雨无亲像预测遐尼济，目前采用轮灌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方面少年线的报道，不过对水情的帮助无偌济。若是想要真正解决欠水的问题，恐惊也是爱听候5月到6月黄霜雨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